过来是这个武汉肺炎，甲台中的餐饮业弄一个是真正力。一礼拜有3间的餐厅饭店倒打关门。星期3月初7，5星级的雅致饭店宣布关门。刷落来，有30年历史的老牌的古早味的餐厅金蕉新乐园嘛宣布5月初10要收起来。过来，连锁的大餐厅阿秋大肥鹅太平分店3月底嘛要关起来，而且租欠13个员工。阿秋太平店这个暂时歇业的部分做一个说明。台中有名餐厅阿秋大肥鹅进驻酒店服务的太平分店，因为武汉肺炎影响，做不落去啊。一天大概都有400客的早餐，这个陆客锐减以后呢，这个早餐的客数已经变成个位数。业者表示，太平分店主要客源是中国旅客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营收无法度拍平开销，只有租欠13位员工，甲合作酒店提前解约。业者讲，疫情爆发了后，集团旗下餐厅被促销3000外道春酒甲工商喜宴，单月平均亏损上千万。现在银行。武汉肺炎疫情当上台中市餐饮名店，有30档历史的老牌怀旧餐厅，金蕉新乐园嘛挡袂掉灾情，宣布5月初10关店。这个疫情太严重了，这个很难的决定了。另外，5星级的阿弟饭店连续几啊档的亏损，搁再加上武汉肺炎疫情严重影响大房率，3月初7暗时正式熄店。3月初7到12只有6天，台中市就有3间名店甲饭店，因为武汉肺炎退出市场，若是疫情持续落去，餐饮业、旅游业恐惊会面临裁员倒店。